放下一个礼拜的工作忧烦，让我们早上要来到神的圣殿来敬拜他。让我们安静我们自己的心，让我们安静的心、渴慕的灵，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他。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让我们生命连接在我们的神，连接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圣灵的恩典就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谢谢神，求你圣灵就自由运行在圣殿当中，进入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在线上，无论他是在教堂当中，求你的恩典同样领导他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转你所有的恶行，愿意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无数的心。会转向你不也要看见不行。我求你啊，这里的宝座在这里，你睁眼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祷告听你的声音，复兴这里全然的愿望。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你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你所有的恶行，愿你单单跟随你。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你来给平的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这里的宝座在这里，你闭着眼看着水风不停的呼求，我们都要来敬拜，祷告听你的声音，复兴这里全然的愿望。
在第一堂已经举行了敬老会，因为是重阳节送年主日。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特别为教会当中的长辈或者是为你自己家里的长辈来祷告，求神祝福他们。白发是荣耀的冠冕，求神在他们生命的后面的阶段，帮助他们有更多的能力，更多的智慧。特别重要的是有健康的身体，特别是有好的睡眠，还有在他们孤单，在他们惊惶失措的时候，透过祷告能够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爱，神的平安和盼望。我想这些是对所有的长辈最重要的。我们大家开口为教会的长辈，为你自己的长辈来祷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主，你是我们当你在患难当中随时的依靠。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在教会当中有许许多多的长辈，主啊，他们一生爱你，他们在教会当中努力的服侍，他们是我们信仰跟生命的模范。阿爸父神，虽然他们年老，主啊，我们特别求你赐下力量给他们，让他们发往如棕树，让他们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主啊，也让他们能够有好的睡眠，有健康的身体，吃得下，拉得出。主啊，特别在面对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在他们孤单、彷徨、惊恐的时候，主啊，求你赐下，在他们每一次的祷告当中，让他们都能够经历神你的爱，经历你的平安，经历你的盼望。主啊，特别将他们完全的献上，摆上在神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万物救你他保护，这里你宝座在这里，你闭着眼看着为你丰富你所求，万年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如今这里前的一句话，我们眼睛，我救你。弟兄姐妹，我们起立来唱这首歌。这里你宝座在这里，你在远看着最近丰富你所求，我也都要来敬拜你，我要高举你。接下来邀请弟兄姐妹为今天的礼拜，为今天的讲道，为牧师来祷告，求神的圣灵与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透过牧师的讲道，透过今天的敬拜，
让我们更深的与神来连接。我们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特别将今天的礼拜仰望在神你的手中。主啊，你的圣灵就与我们同在，带领每一个弟兄姐妹真的能够来到神你的宝座前面来敬拜你。主啊，我们要天使、天君跟所有的弟兄姐妹一同在神你的宝座前面敬拜你。你是配得尊重的神，你是配得一切荣耀的神。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是的主，我们谢谢。我们特别将项目是仰望在神你的手中，愿你透过他，将你属天的智慧、属天的能力、你的恩典，就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感谢赞美，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主啊，是一切的好，觉得主啊，感谢赞美你，阿门。是啊，主啊，就求你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同在当中，让我们进入你的居所。主，你的居所是何等的可爱，我们是何等的羡慕在你的居所当中居住。万军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我心肠有地向你呼吁。万军耶和华，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我心肠有地向你呼吁。主，就带我们进入，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是你有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燃烧每个爱我的心，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要在这里与我们相遇，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燃烧每个爱我的心，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仍然这地与我们相遇。万军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我心肠有地向你呼吁，带我进入，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所满足，是你有显满。
生在，唯有你是配得尊荣誉、赞美、荣耀、全都属你，权柄都属你，能力都归至高神。全能的神，你的作为何等奇妙，万事之王，你的道路公义真实，喜在今在永在，尊贵圣洁神羔羊，万主归他，主你作王直到永远，神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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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荣耀，全都属你，权柄都属你，能力都归至高神。神在，神在，神在，神在。尊荣誉、赞美、荣耀，全都属你，权柄都属你，能力都归至高神。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都归给至高神。我们是你恩典的百姓，所以我们高唱哈利路亚，是因为我们都在你荣耀的光照里面。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一个神所赐恩典的主日，也是一个秋天的好天气，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一起敬拜，一起诗歌，一起祷告，也要一起领受神美好的话语的滋润。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也举行松年主日敬老会，愿神恩待每一位在你面前恩典的百姓。主，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从疫情的慢慢解封，我们回归正常的敬拜生活。主，在我们在实体的礼拜当中，不只是与神更密切的交通，也能够跟我们弟兄姐妹再一次彼此激励、彼此关怀、彼此问候。愿我们的聚会因为有主圣灵的光照，我们就更领受我们从别的地方没办法感受到的恩典跟祝福。主，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恭受上帝的话，我们来看圣经。今天的圣经有2处圣经，第一处是诗篇92篇12到15节，第二处是以弗所书6章2至3节。我们一起来读：正直的人要像棕树一样茂盛，他们要像黎巴嫩的香柏树一样高大。他们像栽在上主圣殿的树，在我们上帝的庭院中茂盛。人好的时仍然结出果实，枝叶茂盛，常绿不衰。这证明上主公正，我的保护者没有不义。要孝敬父母，你就事事亨通，在世上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献诗，我们请松年团契演绎献诗。献诗完，请夏牧师讲道。牧师今天的信息是敬老成全孝道。Come
超姐姐的龙虾，大哥嘞。感谢主哈，我们很难得听到我们松年团契唱诗歌，而且这首诗歌特别是免惊会老听起来好像说会老是正常的，但是免惊就对了。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借着松年主日，虽然主要松年都在第一堂了哈，不过第二堂也是有很多我们的长辈，愿神跟每一位长辈同在，很高兴我们慢慢进入疫情比较缓解的时候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慢慢都回到教会里面。目前我们还仍然采取实体跟那个实况直播哈，虽然很方便，不过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如果你的时间允许，我们是回到礼拜堂，因为我们说会众聚集的地方，就是我们敬拜同心敬拜的时候。虽然网络上没有距离，不过我们在实体礼拜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因为大家一起聚集，你我彼此看得到面，我们就会看见彼此的关怀、祝福、代祷，特别是彼此的激励。那这些有时候是在网络上或是在集体这个收信的时候没有办法互动的其实我们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才迫不得已不能来到教会，但是疫情一解封或是说疫情缓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鼓励大家能够回到正常的实体聚会？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我们一直在祷告神神求你把疫情解除。那解除了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恢复正常的生活，对不对？那既然你的工作、你的生意、你的所有的其他社交各种活动都恢复正常，那到实体来敬拜神，就是你的对神的感恩之一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慢慢，特别是下个礼拜我们要举行会员合会，那需要有足够的人数参加，我们这个会才能正常来开。所以我们期待等于下个礼拜的会员合会，就是一个我们重新实体聚会一个全部聚集的开始。因为我们一堂礼拜要聚集至少要200多位才能够合乎我们出席的人数。也愿这个时候恩典跟我们同在我们让我们的疫情能够继续的缓解。我们要领受神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来做祷告。现在父神，感谢你，愿今天的主日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也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继续在我们教会以及我们的家庭以及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圣灵亲自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借着这个松年主日，我们分享一个主题，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学习，就是敬老成全孝道。换句话说，孝道我们无论从中国的文化、华人的传统，或是从圣经的教导，孝道是一个没有什么疑问的地方。不过在现今的社会当中，孝道之外，敬老更重要，因为这个是我们现在社会必须要努力去突破的。好，那刚刚我们读了2段经文，这段经文大家其实也很熟哈。那等一下我们会再做一点复习。那第2段经文是有关孝敬父母的教导。诗篇92篇有提到说，义人行公义的人就像栽在上主圣殿里的树那我们从这个话题来开始。92篇呢是署名安息日之歌的诗篇，是以色列人在早期被掳之后归回，那他们做了这首诗篇，专门作为在安息日早上在圣殿中献祭时唱的歌，表示说我们这一群被掳归回的百姓，要像义人，要像
常青的树要像棕树一样这么样的兴旺，有非常的青绿，能够一直延续，而且到老才一直会结果子，表示跟神的关系是这么样的密切所以这个是诗篇这个是的主题了。那这个主题它是在这样讲说，欢欣礼赞上帝公义的治理，也同时见证义人要兴旺的信息。这个兴旺是真正的兴旺，是直到年老的时候仍兴旺。那这个关键在于说，神有公义的治理，那还要包括有义人，换句话说是神的属性是公义的，但是一群百姓也这样跟他配合是公义的，那就会有兴旺，而且甚至到老都能够兴旺这样子。那所以这个从这个诗篇带出一个话题啦，他说到年老仍然兴盛，所以真正受肯定跟尊重的老年人呢，能够在年老之时仍然结出果实，枝叶茂盛，常绿不衰。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是真正的义人，所以诗篇说以他们像栽在上主圣殿里的树来描述。一说这个树它保持青绿，保持非常非常的兴旺。前2天看了一个台湾的一个就是环境保护的新闻他提到说我们台湾的在都市里面的树木看起来都是台湾特有种的，都是很适合台湾的气候的。那常常一棵树栽到没几年那就倒下来了。哇，这些专家都在研究为什么原来呢，那一棵树我们为了节省空间，都让它没有一个植栽的那个泥土在那边都用那个水泥砖把它盖起来，它没有吸收到氮气，又没有吸收到所谓树叶掉下来的腐殖土所以呢看起来它一长一高根部力量不够，抓不住地，那就整个倒下来，或是遇到台风就倒下来常常我们看到停在街道边的很危险，树下的车台风一来就倒下来。我们在公园里面那当然也不错公园里面很多树也没有什么遮盖的那个掩蔽物，但是呢现在公园管理又怎么样，就是一定要把树叶扫掉，对不对？因为树叶扫干净才算是你有管理嘛。但是专家说那个树叶才是大树最需要的腐殖土你叶子都扫干净，它就缺少氮气，所以它的比例一少那个根就不够力，上面在长，上面有阳光，有叶绿素在增长，叶子都越宽，树枝越宽，但是下面的根不够大。那所以他说栽在圣殿里面的树，他表示说有得到充足的供应氧气、氮气，还有所有的二氧化氮这样子。我们刚刚读了诗篇92篇12到13节，他说正直的人要像棕树一样茂盛，他们要像黎巴嫩的香柏树一样高大，他们像栽在上主圣殿里的树，像我们在上帝的殿里面那么繁茂。前面的是一个描述，是在中东那个地区那个兴盛茂盛的树的一个代表。那第13节是在讲到什么？讲到说那个是一个灵性上的一个生命上的茂盛，就是在上帝的殿要得到充足的供应。我在想我们台湾人最不缺树木，对不对？常绿的树很多现在到秋天了，你如果到北纬度比较高的国家，很多叶都掉了，看起来是那个枫叶很漂亮，其实它是要掉的象征嘛。那台湾常绿的树太多了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诗人呢在台湾写这首诗，他可能会不写棕树跟香柏树，可能台湾的什么桧木这些非常棒的那个树木，他会用这种来象征。那这两种树到底从当地人的文化里面是怎么样描述呢？我们说棕树，其实有人会讲它是棕榈树，
棕树、棕榈树它的种类很多啦我们都很知道很多，但是它的表示是说这种类型的树呢，在中东地区长得很好，而且非常茂盛，甚至有一些这种棕榈树，它会长出那个野枣那个果子，都是同一类的树。那这个树呢，树枝代表和平、丰富和富有成果、优美，还有这个优雅所以甚至包括军事的胜利都用棕树来象征来代表，因为很容易取得，而且又一直绿的不会觉得有干的地方所以这些树名成为在它当地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象征。那这是棕榈树的一个样貌非常的茂盛那棕树它有的树种会长出野枣，也是以色列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在资料里面有提到说有50多种的野枣。那以色列境内非常著名的一种很甜的野枣在那边产出来，就是有占了50%。所以你如果去以色列旅游的话，通常都会买这些干的野枣带回家当礼物，因为很方便吃起来也觉得非常甜甜的那诗人讲说，这一个义人呢要像这样子，而且到老还会继续成长这个就是野枣的一个在树上的野枣干的野枣干就是变成这样子就是常绿的。那另外他又讲说要像高大像香柏树一样，黎巴嫩的香柏树。那既然他讲黎巴嫩，表示说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因为它的山不够高，而且沙漠地形，所以比较少这种树木。但是他们最需要的树木就是他们北方的黎巴嫩，因为那边有高山那我们常常从诗篇里面听到说黑门山有没有那其实这个山就是在黎巴嫩的境内，或是在以色列北方。那个地方有的地方终年积雪所以到温暖的时候，雪会融化，那水流下来就是成为约旦河的水源所以那边有长了这样的松。其实它的那个现在的学名叫做黎巴嫩雪松但是旧约都把它取为叫做香柏树这样子。圣经有75个地方提到香柏树，那它的代表用途有大概这3种。第一种是用于洁净的礼仪，在旧约的时候，香柏木是祭司行洁净礼仪所需要的工具第二个我们比较常听到就是那个圣殿完工的建造，因为那个树干非常的直，非常的粗壮，非常的坚韧又有香气，所以呢成为一个建材非常好的用品那我们知道大卫他由推罗王西兰取得了大量的香柏木他等于有类似进贡或是很便宜卖给那个以色列所以他们就本来是要建造王宫跟那个圣殿的那我们都知道后来因为大卫呢上帝不允许他盖，所以他就累积了很多这些树干，这些香柏木，准备让他的儿子来盖圣殿，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故事那这个图画有提到说那个西兰王向大卫献香柏木的一个图画。那香柏树因为树形很高大很雄伟，那树干又苍劲有力，而且它的树枝一展开非常的宽那树叶银绿耀眼，那树脂又非常的香气所以树龄又很久。反正这些所有树的好的地方都在它身上所以就变成在以色列或中东地区被当成一个非常高贵尊贵的象征所以圣经中呢，香柏树就被诗人或先知用来作为完美向上尊贵生命的象征所以难怪这段经文里面提到说义人要像香柏木一样，那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理解我说如果在台湾我们有人到高山上去参观什么神木那一类的，很多的那个巨木都是这个檜木或是肖楠这种高级的树种
台湾已经不允许再砍了，所以现在如果说人家介绍说这个是肖楠木，或是我们日语说 hinoki 的哈，要么不是盗采的，有的是这个材哈二次利用，因为它不会腐烂啊，而且有香气啊，所以那些二手的这个木材还是很棒。我记得有很多老教会哈，他们以前的那个椅子不像我们现在这种塑胶的啊，它是一排长排椅，对不对？他们是用那个块木做的，哇，很多老年人很喜欢做，因为做得很舒服，而且还有香气哦，哈，所以他们用了很久都舍不得换，因为那个树哈，那个树木的那个树种太好了，所以如果从台湾人的角度，也许香柏木就是被块木来取代，那当然它的意义就是一样，尊贵高贵，象征生命这样子。诗篇92篇12节到15节就是在描述这样子，这是香柏木的这个图像哈。你看这种香柏木的树真的非常的高大哈啊。那因为它的树荫又那么宽哈，难怪会被中东的人哈感觉非常棒哈。那我们从艺人而且到老都清脆，那表示一个长辈被尊荣，长辈被尊敬，也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们这个话题要谈到什么呢？谈到说长辈留在这个世界，他不只被上帝荣耀，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他身边的家人、子女，包括亲人，要让这个长辈他不只有外表的荣耀，而是真真正正心灵也觉得是荣耀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推动一个叫新时代的孝道哈。为什么叫新时代的孝道？以前的孝道仍然不重要吗？没错，传统的孝道是怎么样呢？你只要照顾好自己的长辈，那就已经是太棒了。人家说孝子，对不对？哇，孝子以前还24孝，还要被拿来当教科书的，对不对？不过我们说敬老就把孝道扩展出去了，叫广泛。前面只要顾好自己的家，治好自己的长辈，但是这个社会呢，变成一个共通的社会，敬老就叫更为广泛，所以是包含了尊敬我们所接触的老年人或是长辈，都包含在里面。那今日的社会因为人群的结构大改变，人员的交流也改变了，所以换句话说，孝顺的定义也跟着改变。服侍长辈，除了自己的亲人是天经地义的以外，我们现在甚至扩大哦，你自己了解，现在照顾长辈的并不是你自己的儿女，社福机构，我们看到外籍看护就成为我们最大的帮助。你知道现在常常发生说，一个长辈他被照顾了好几年的，我们说外劳其实我们是外籍看护啊。他最后遗产还分了一份给他，或者把他认成自己的干女儿这样子，你就发现说，这个是我们这个社会新的一个现象啊，新的现象。那它代替了家中的人力的不足，或是人力的有限，或是因为没有办法住在一起。我记得谢牧师他爸爸妈妈年老的时候，有一位非常好的越南的看护。他到最后有点像家人一样，而且有一些家事都还帮忙料理啊，而且帮忙联络，好像变成家中的一份子，帮忙就是一起讨论事情啊。现在已经回到越南了到现在还在跟我们联络，他还会说国语说得很好，还会写赖，你看中文的写赖，就表示说，这样的社会已经变成一个常态了。那我们现在也发现说，台湾现在怎么样去处理已经非常重大的一个老人议题，因为我们的这个高龄化已经非常的普遍了，所以现在有政府在推动，或是私人机构推动一种大楼一个建筑它是
鼓励迎亲共居的。那青年人呢，他为什么要老人在一起呢？可能有一些优惠，比如说居住的优惠、出租的优惠。那另外一个角度是说，让年轻人去体验跟长辈在一起的智慧，领受这些老年人他们美好的一面，而不是把他变成老了都没用。那些长辈也觉得说，我不是住在一种被归类的一个社区，而是跟年轻人在一起啊，很活泼、很快乐，而且那些外观的装饰啊，都不会感到很老气。那这个也是社会在推动的啊，甚至私人的啊，知道这个是一个商机耶。因为老年人以前可能留下一间五楼的套天的，或是3楼套天的，那现在用不到了，2、3、4楼都爬不上去了嘛。有的当然是自己的房子就租给年轻人一起住啊，他还能打成一片，甚至还一起吃饭。那这些都是新的时代的一个孝顺的情形。甚至到年老的时候没有办法自理能力，我们现在的安养机构就是代替很重要的。以前有一位长辈在家里面，甚至他已经失能的时候，全家人要跟着被绑在一起。以前因为家中人多，比如说媳妇或是女儿轮流照顾，但现在连这样的数字都没有了，所以安养机构变成很重要的一个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说孝顺你孝顺的可能不是你的父母亲或是你的阿公阿嬷，是别人帮你孝顺，当然是用金钱来代替。那这个问题是在于说，我们这个现在社会，目前我们要努力的去推动，让这个孝顺真正能够达到。那我们知道，当一个社会它的社福机制有遇到缺漏或疏失的时候，长辈的安养照顾就形成一个破口。那早期呢，甚至在早期的社会曾经发生过让人家感到很伤感的事，因为只要家族不健全，或是社会有破口，就会产生一种老年人被遗弃的情况。那这个是特例，不过有几个经典的故事，我们可以一起去体会说为什么会发生有一个出名的台湾的小说家叫黄春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放生》放生就是把那个小动物就把它放到野外，让它自己生活。他其中一篇文章叫《售票口》，他还讲到说我们台湾老年人之前的一个情况是好几年前写的。他说有一个老人叫做火生伯他年老的时候会有那个哮喘，还有咳嗽不停，但是呢，他的7个女儿都在外地，所以呢，很高兴期待着春节的时候他女儿要回来，但是春节买车票很困难所以他就急着要到火车站的售票口，要帮女儿排队买票。他顾不得咳嗽，身体虚弱，清晨5点就跑到火车站售票口排队。你都知道，大家有外出的经验哇，在假日要排队真的累死了。当时又没有像现在有网络可以订票。那在车站中，因为受不了年轻人的跟他抢排队争执，说还没买到票被气的说，可能一下子受不了，或是身体发生状况，脑溢血或怎么样，就死在车站。他把这个故事，老年人发生的故事，他把写得非常让人家感伤的。很多人因为这个是在20-30年前的写的可见当时的老年问题就慢慢产生了，因为老年人不习惯到都市生活，孩子又为了工作，他必须要离开家乡。现在是我们台湾很普遍的现象。那这个是这个小说的一个，后来有演舞台剧所以这个图画这样子，这个诗画、诗纸的画，那这是一种台湾目前的现象，遇到的现象。我们也知道很多长辈都在家，像我是最典型的例子。我爸爸妈妈还蛮健康的，活在小岛，但是我说，我们牧师馆很多房间，你要不要来住？他们就不想来，他们觉得这边怎么办？
没有其他社交生活，就只光着吃跟住嘛，你叫他怎么办？但他活在那边很快乐啊！我妈妈已经要用那种4轮的电动车去跑来跑去，但是还是很喜欢跑来跑去啊，因为跟买个小东西啦，到那个市集啦，到教会啦，他会活得很快乐。我们故乡很多长辈都这样，他的孩子在台湾盖高雄，很多都有房子，但是他就不愿意来。他宁可说你们在那边，但是我们的心还是放不下。所以问题就在这边，不是我们故意的，它就造成了。那更原始的早期的社会问题曾经发生在日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部电影叫做《游山解考》，那是日本一个非常出名的导演叫金村昌平所拍的，在1984年在上映，而且还得到好像坎城影展啊这些国际影展。他原先是一位作家叫深泽七郎所写的。那这部电影已经很老了，已经30年了，所以在网络上都看得到哈。如果你有空可以打开来看看，会看起来非常感伤哈。这部电影它是在描述古时的信州一个穷困的山村，因为居民在那个地方很少足够的食物哈，而且到冬天的时候，所以这个族群的为了延续这个家族的成长延续，所以不得不把70岁的老年人就送到山上，在一个小山洞把它放在那边，让它自生自灭。这个地方叫做游山哈。这个故事是被拍成电影、写成小说，表示说曾经发生过真实的事件。那这是游山解考的电影的海报哈，它是电影的画面。这个妈妈她不是说被孩子遗弃哦，是她坚持要儿子带她走，那这个才是让人家更难过，对不对？被遗弃这个事情很容易发生了，但是她要求孩子背她上山，因为路她已经没力量走爬山了，她是觉得为了让家族生命生存下去，不要拖累她的孩子所以这个故事非常非常的感人，而且我印象我看过那一段影片就越难过。这个妈妈因为她很健康所以牙齿还没掉，她竟然自己把牙齿敲掉，就让人觉得我为什么还那么健康啊？健康好像变成一个累赘，不是说我生病所以就看起来这个故事引起非常大的一个讨论所以这个黄春明小说家的评论说，今天的台湾的乡间的老人情节跟游山解考差不多，只是前者把人送上山，后者是把老年人留在乡下。我们这前几天发生的重阳节那一天发生的盐埕区城中楼大楼发生火灾，46个住民遇害。那牧师之前牧会就是在这个盐埕区常常经过这里，因为这个大楼的附近就是我们会有地方。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可能骑机车没有办法远远看，不知道这栋大楼当初是很风光40年前是非常热闹的地方，有电影院，楼下有卖场，它是住商混合的，有一段时间很流行这样子7楼以上就是住家因为楼下的已经没生意可以做，所以大家都把它废弃掉，因为商人也卖不掉嘛，就把它当成废楼一样，所以难怪下面很像鬼楼大家经过都感觉不知道原来楼上还有人住。我有一位长老，他前几天写了一篇他的脸书写说这个地方原来就是我们当时教会举行一个办理一个叫做1919，是我们这个社会关怀的送食物食物银行。那这栋大楼里面有好几家，就是我们教会关怀的对象，因为它是有一点就是孤苦无依的所以我们就送米啦，我们跟1919是救助协会合作，送一些日用品来送给他，大概1个月或2个月送一次。这位长老是年轻的长老，他说当初他就参与在送礼物或是送食品到家里的动作。他就描述说，在楼梯间在那个巷弄的口都是脏东西一大堆，甚至还有一位眼睛看不大见的一个长辈，家里面都是蟑螂那些
那些昆虫就在里面。那有的是味道很难闻啊，但是他们是弱势者，没有地方住，这个地方很便宜，甚至中介他连介绍人家去买他都不敢上去，因为很多那个楼梯、电梯啊，就怕说不知道在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被停电或是坏掉。那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会区一般的大楼，大部分都是老弱残病、弱势居民栖身，公共安全很不足。我们就可以马上看到，就在前几天发生的事情。这是城中城大楼，看起来外表还是很堂皇，但是其实都像会区一样。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些事件，我们可以回顾到说，一个老年人，他如果不是被尊荣的，不是像圣经所说的到老还是常青的、翠绿的、丰盛的，你就会知道说，就是在一体的两面，它变成是累赘，变成必须被革除的。其实在中国也发生这个传说，在武当山那边在河北那个地方有一个祭祀窑，当地人流传说60岁更早60岁就被遗弃在洞穴当中，给3天的食物，让他自生自灭，然后家人就去把他的遗体取出来2次埋葬。那这个祭祀窑有被称为叫做致死窑或是弃老洞。但是有一个文化研究的一个所长，当地的叫徐永安所长，他就说，有的人是把它研究，因为这个已经很久，历史不可考，但是好像是墓但是在当地很广泛，在西北地区的民间传说，这个祭祀窑没有铁证存在，但是不排除这种说法。那这些遗迹都现在还在。那有些人为什么会支持说是一种祭祀窑呢？因为他说这个每个洞口都有一个卡榫那种东西有挖了2个洞，换句话说，好像用一种很硬的木板把它挡起来，从外面把它锁住。因为我们一般的门是自己内部锁，怎么外面帮你锁呢？表示说就把你锁掉，不让你出来，或是说怕过世了会有臭味出来或是有那些野生动物去吃那个尸体。那这个在中国也发生了这样的现象这些图都到现在还在。那我们看一体的两面，有时候是社会问题，但是当一个社会一个敬老的环境里面，它变成大家长辈共荣，得到照顾，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一起学习的主题。因为孝道是带着应许的诫命，而且今天这个孝道不只是你孝敬自己的亲生父母或长辈，而是我们把这个孝道扩大，尤其在我们教会里面，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场域，我们来孝敬我们所有的长辈。刚刚读了经文说，以弗所书6章2到3节说，要孝敬父母，你就事事亨通，在世上享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一切应许的诫命。所以我们现在在提倡叫做公众的孝道，比如刚刚我们说有社会福利，我们有照顾长辈，有一些社会的老人公寓，这些叫做职业的孝子啦。但有些更觉得值得尊敬，是我们叫做业余的，或是说我们叫做志工的孝子。你知道有一群人专门在照顾老年人，到老人的家里面，刚刚我讲，因为他自己无自理能力了，一群年轻人就去帮他打扫，那些脏东西都把它清掉，帮他消毒。为了什么？他觉得我的长辈被照顾得很好，我很感恩但是换我来照顾这一群没有能力的长辈，那这个是我们台湾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现在有完善的政府的敬老制度，所以敬所有的老人，所以孝顺不是只是亲生的有血缘关系的老人，那这个变成我们台湾社会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制度、社会福利。那我们就扩大从信仰上来看，大孝跟敬神爱人这是相通的，把孝道扩大，事事亨通，在世享长寿。换句话说，刚刚讲的那一个带着应许的诫命，我们要把它看成说，我连敬畏老人、敬重老人、尊荣老人、孝敬或是敬老，都是包含在神的应许里面。所以我期待我们富强教会就成为一个
敬老成全孝道的场域。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哈，我们现在因为今年哈疫情嘛哈，我们长辈没有练诗，刚刚就在用荧幕唱。那在3楼每一个礼拜六，一大群长辈他准时来耶，因为他们觉得来到这边哦，享受那种彼此关怀的喜乐，而且听了很多有医学常识啦，有社会新知啦，有牧师来讲一些圣经的话啦，他们觉得很高兴，所以变成一个大的聚集。那期待我们教会有活泼年轻的年轻人、小学生，我们有中年人、壮年人，而且很多长辈，尤其在台湾这个社会。那期待我们这个互相教会就成为一个让这个孝道在这边实施的，不是对亲生的父母亲，而是对所有长辈敬畏。我们甚至可以说，敬老就是敬畏神了。你尊敬长辈，因为这是圣经10诫里面还包括在里面。那这句话我们也可以从耶稣所讲的话来得到印证。他说：“你们既然坐在我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这是何等美好、何等感恩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第2堂礼拜长辈比较少了哈，不过我们从这个里面去看见一个社会制度的一个完善，还包括我们个人对长辈的尊敬。虽然不是你亲生的父母亲，但是因为你的敬畏、你的尊敬，会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所赐下一个美好的应许。我们要唱一首诗歌哈，我们请同工来帮忙。我们要唱这个是新圣诗，但是它是台语圣诗换成中文的哈，叫恳求上帝哈施恩赐福。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投影片？是我们的圣诗450首，有吗？好，我们用国语来唱哈。我们来唱第1节到第3节，是奇恩典的歌谱了哈。我们第1节，恳求天父施恩施福，全家蒙你眷顾。常有序信奉基督，大家和乐相处。第2节，互持至孝，互体恩爱，守住和睦相待，虔诚祈祷，亲读圣经，成为基督家庭。第3节，全家大小做主信徒，遵行基督道路，待人接物，见证耶稣，万事荣耀我主。我们诗歌唱到这边，有几件代祷的事项，我们一起来祷告。第一个，我们为自己的长辈献上感恩，求神恩待他们，让他们在年纪长的时候，身心灵都健康有活力，就像圣经所说的在年老的时候仍然常青，结出果子。我们也为教会的长辈祷告，求神恩待保守，让他们在教会里面得到更多属灵的滋养，让他们身心灵都平安健康。我们也为教会有病痛的兄姐祷告，求神赐福恩典在他们身上，早日得医治。我们也为下个礼拜我们要举行会员和会以及这个长职的改选，求主赐下恩典在这些候选的弟兄姐妹身上，让他们预备心受呼召，
委身在服事上。我们也为疫情能够尽快能够得到完全的控制，让我们恢复正常的社会以及工作、生活、家庭，求神恩典。你也为自己的需要在神面前祷告。我们一段短短的时间，一起来做祷告。主神，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的力量、智慧是恩典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长辈，无论是自己的长辈，我们教会的长辈，以及我们社会的长辈，都蒙神的恩典，大家得到赐福跟恩典。我们求主保守我们教会中有病痛的兄姐，求你施下医治，也求你保守我们下个礼拜要举行和会，求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当中的恩典，一切都顺利。我们求主保守，特别保守我们教会这个在疫情过后，大家能够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聚会的生活。感谢赞美你。现在父神，感谢你让我们第二堂礼拜弟兄姐妹一起聚集，我们尊荣我们的长辈，有神，也求神亲自赐下恩典在我们自己的长辈身上，以及教会的长辈身上，让他们身心灵都平安、喜乐、健康。遇到软弱病痛的时候，有得神特别的照顾扶持，有健康。主啊，求你保守病痛中的兄姐，赐下恩典跟医治。我们在下个礼拜要举行会员和会，选举新的长职，求你预备每一个弟兄姐妹愿意参与在这个恩典当中，一起服侍主，也让疫情能够早日得到解封，让我们恢复正常的教会生活、家庭生活以及社交的生活，特别在我们的工作事业能够恢复正常的运作。感谢赞美主，奉你们的祝福每位弟兄姐妹，大家在每一个场域都得神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以下先来做一个奉献再来做一个敬老的一个事工。我们一起来奉献。我们今天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今生是悲情，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请坐。我们请夏牧师来主持敬老会。好，谢谢。我们在补充报告前呢，做一个敬老那我们第二堂礼拜，我们长辈是不多了，但是我们要为这些长辈来一个祝福跟尊荣那楼上也有楼下也有。我们现在因为有的没有带红这一种花，可能不大认识。我知道伟勋兄有来，请你站起来一下好吗？站起来。还有长辈70岁以上的长辈，还有由素珠姐妹
楼上苏令的妈妈啊，还有没有70岁长辈有名单在里面的？有没有？好，我们拍手鼓励他们哈，谢谢，祝你们平安喜乐健康。有没有哈？今天的来宾或是不是来本会，但是今天70岁在这边聚会的，是民国40年以前出生的，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其他长辈哈？大家不能认自己太老啊，有70岁不在我们名单里面的长辈都可以哈来，我们要送你一个小礼物。好，没关系。那另外呢，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叫做张子平是老师，对不对？张子平老师，来欢迎你来。他是长荣中学的老师哈，是张樱花姐妹带领他来哈。我们送一个小礼物给你，谢谢，欢迎你常常来，感谢主，请坐哈。这样好不好？我也是带你做一点报告啊，顺便介绍哈再请我们的诗会来做读经文结束哈。我们要介绍第2场布道，在我们长职候选人有在这边的，我们请你站起来或到前面来，好吗？好，再介绍一次，因为我们第1堂有介绍过了哈，到前面来介绍一下来，让大家认识。那重点是下个礼拜不只是长职候选人要来，你们更要来，所以来参加礼拜哈来投票来投票，这是我们教会长老教会的传统了哈这些候选人非常的尽职了哈，都来这边让大家认识因为现在戴口罩不认识，你要看照片等一下请慢把口罩拉下来，还好疫情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哈。我们的下个礼拜要举行长职的改选，我们教会是属于轮休了哈，所以长老要选出2位，那执事呢要选出7位，因为我们这一次有7位轮休，所以我们就选多一点了哈。我介绍一下，从名单开始，我们下礼拜候选的名单，1号是厉志强长老，口罩拉来一下好，第2位是李宗杰执事，好，李宗杰执事。第3号是花文凯执事，第4号是胡信昌长老，第5号是陈秋怡执事。好，为什么有长老跟执事？我们长老教的法规长老已经做过长老，当然轮休就是继续受选，这是绝对没问题。那执事要当2任，当8年2任才可以被选，有长老的资格所以有3位执事，他们本身已经当过2任的执事了，所以有候选的资格。不过这5位，我们下礼拜要选出2位来担任我们下一届的长老那另外执事是比较多了，10个选出7名那有的可能时间上没有办法在这里的，我们就跳过。第1位是厉维稳执事刚刚早上第1堂有到这边维稳执事。第二名就是刚刚也是选长老可以选的花文凯执事。第3号是胡哲豪弟兄德劳弟兄。第4号是夏文祥弟兄，第1堂有来了第5号是许立传弟兄第1堂也有来。第6号是我们的邱怡执事，他是长老跟执事都候选第7号是杨宗和弟兄，第1堂有来这边在楼下可能当植物学方面的工作。第8号是我们的杨胜吉医师，杨医师第9号是戴婉如姐妹第10号是我们的韩启志弟兄。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候选人都蛮整齐的有比较资深的，有年轻的，也有男生也有女生。那教会的长职也是这样的比例了期待大家用祷告的心。所以呢，如果你们觉得这些长职是很理想的候选人，记得下个礼拜要来参加，因为我们等于是疫情之后第一次举行大型的聚会。那照我们教会的场地来讲我们现在不是按照99人以下是按照我们场地的平方公尺或是我们场地的坪数去乘，大概我们可以
容纳200-300个没问题了哈。也是我们疫情，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恢复正常的常态性的选举。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这些候选人，拍手祝福他们，谢谢，请回座。下个只有1堂礼拜，对，你们第2堂的来礼拜已经开始选举了哈，所以记得第1堂8点50就要到了，8点50哈，8点50就要来，等于是我们延续下去了哈。那通常我们在选举那个礼拜呢，我们因为爱餐比较不方便准备，所以我们会准备便当啊，所以呢，记得如果真的你时间不允许，有困难我们就要办理请假，因为请假可以把名单做一个整理啊，所以我们小组大概都已经办理过了那其他同工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你就可以向干事我们的办公室请假。当然没有选举资格的，你也可以来做礼拜不要说哎呀他们要选举我就不用来了。比如我们有3位香港来的夫妇儿子。你们女儿可以来参加，看看我们选举是怎么样那不用客气，要来参加礼拜观摩选举就对了那另外我做几点报告，第一个是我们等一下礼拜结束要举行小会。那小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请李伟教授他代表青年委员会要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青年事工的这个整理的报告那再来就是我们12月12号要举行圣餐最后一次所以我们要开放洗礼所以请要参加洗礼的弟兄姐妹就赶快在11月14号以前报名完成，我们要举行这个真道班那另外我们有哀伤陪伴团队举办这个各项的课程哀伤陪伴还有离婚课程都已经开始了，鼓励大家来参加。另外我们的查经班也要陆续开始了，我们的英文查经班在10月31号，就是我们的选举过后那一个主日10月31号就开始了。那在2楼恢复到2楼，因为我们主日学今天已经恢复在地下室了，我们要继续查考出埃及记我们的李伟教授快要完成了大家前面没有参加，后面把它参加，刚好一个 ending 很好。大概接下去就是要查考约书亚记所以10月31号你喜欢用英文读圣经的把握这个机会。另外我们的华语查经就是我们的马教授要主持在也是礼拜天的早上第1堂的时间9点15分。那刚刚英文查经也是9点15分那华语查经是在教育中心的1楼会议室这样子。好，那其他各样的报告我们请自己看，我们要1-2件喜事要恭喜。第一个是我们许仲泰兄跟王丽霞老师的女儿就是许丽姐妹跟她先生上帝赏赐一个可爱的蓝鹰在10月12号。因为我们要补恭喜了就是在疫情期间上帝赏赐给伟勋兄、玉琪姐他的三子，就是第3个儿子就是义良弟兄跟孟伟夫妇在7月11号赏赐一个女婴，叫做林香玲我们给伟勋兄跟玉琪姐鼓励一下恭喜一下。另外也有一件追思礼拜的消息，我们之前一位教会百岁人瑞，就是我们的郭教渊姐妹，她在5月27号就疫情发生的时候就安息了所以他们家属要定于在她元旦就是生日的期间，在10月30号礼拜六举行早上10点举行追思礼拜。我们也为遗族来代祷，求神来安慰这个家族那我们的主日学呢，今天恢复实体聚会。刚刚硕宏长老有第1堂去看哇，20-30个小朋友来了，因为20-30个代表家长也来了，所以也慢慢恢复我们正常的教会运作。那期待我们还有小朋友还没有回到教会的，鼓励他们家长带他们来参加第1堂跟第2堂都有欢迎大家。好，那记得再一次提醒，下个礼拜只有1堂8点50就开始聚会了。
然后前半段礼拜，后半段就开始三轮的选举。如果2轮选完，我们就提早结束哈。另外一个小小的报告，要抱歉了，谢牧师刚刚跟我讲，他说今天长辈来的比较多哈。第一堂礼拜结束，他们爱餐已经吃完就没菜了，所以等一下第2堂的弟兄姐妹就不用到3楼去了哈。不过我们的那个小会员有准备中餐了哈，所以你们可以到2楼去哈，2楼去吃完中餐，我们就开始来开会，到1点半哈。好，我们请诗慧来主持这个金句，还有我们的这个结束，谢谢。我们一起来念本月的金句：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箴言20章29节。颂荣，我们请起立来唱颂荣的诗歌。诗歌完，请夏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跟我们教会的长辈松年长辈同在，也赐下平安、喜乐、健康给每一位弟兄姐妹，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门。阿门。大家请坐，我们默祷来闭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彼此拱手祝福抱歉，中午的午餐已经没了哈，大家可以去外面找好吃的哈。大家一路平安，上帝祝福你们。